另外，受到极地气旋的影响，欧美的国家是当咧透暴风雪。美国的奥勒冈州到17为止，已经有7个人死亡。北美洲的上低温是-40度，因为欧洲的瑞典是降到-43度6，落大雪嘛，造成当地交通大拍夹。全美国各地持续去拄到真悬的威胁，太平洋西北地区包括华盛顿、奥勒冈、爱达荷甲蒙大拿这州，搁再面临暴风雪威胁。奥勒冈州的波特兰大部分地区17发出结冰的警告，国家顶礼拜六有强烈的风暴，到目前为止已经夺走7条人命，有5个人是因为天气寒冷熊死亡，也搁有超过5万户断电。当地政府警告，可能也搁会停电。北半球这波寒冷的气候主要是极地涡旋的影响。所讲的极地涡旋是指南北两极地的天顶，顶悬有真大的宽流，包围寒冷的气团伫极地转西。啊，毋过因为气候变迁的影响，北极天顶冰流层的空气温度渐悬，互极地涡旋大幅度向南吹，形成喷射气流。极地冷空气也同时向南移动。北美洲真侪所在出现低温，上低达到-40度，欧洲瑞典达到-43.6度，创下25年来1月最低温的纪录。比利时布鲁塞尔积雪深度有5公分。Today the weather is completely okay for me because I'm from Russia, so we have a lot of snow, and here it's absolutely beautiful. I mean, the Brussels covered by snow, it's something amazing. 17个大雪嘛，致使交通大乱。挪威首都奥斯陆主要机场临时关起来，嘛造成火车停开。德国法兰克福的机场嘛大乱，过了100台往回法兰克福的航班取消。慕尼黑机场有250班航班受影响，德国国家铁路部分列车取消，有一寡是爱降速，以免造成意外。Ich habe nur Stress gehabt, schon seit gestern. Der Flug in 2 Stunden ist annulliert worden, dann hat man mich umgebucht, dann hat man mich downgegradet und nun zu guter Letzt wieder annulliert und jetzt fahre ich mit dem Zug nach Berlin. 法国的北部城市阿拉斯17嘛落5公分的雪，民众伫雪地滴耍牵雪球。这届极地涡旋毋但造成大雪，一寡所在嘛透强风。气象专家表示，这几天欧洲暗暝的温度拢会保持伫0度以下，一直到18早起。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